223639758。如果要你幫我記住呢4個數字，你會用咩方法呢？喺呢度我哋就會建議你分開3個字咁樣記，就係523639758咁樣。人咧喺記嘢嘅時候咧，可以用呢一種方法嘅，將一啲嘢拆開一嚿嚿，然後咧將佢砌翻埋一齊，咁你就會容易記得。其實喺以前學英文嘅時候咧，都有啲類似嘅情況嘅，例如學 discover 呢個字啦 ，discover。如果你就咁串咧，會串得好辛苦。但係咧，如果你將佢分開變成 dis 同埋 cover cover 呢兩個字嘅話，你就會覺得好容易去記住啦。因為拆開咗嘅東西咧，其實係你容易啲記住啦，又簡單啲啦。如果你用翻呢啲細細件嘅東西砌翻成為一個你要去記住嘅東西咧，咁就更加事半功倍啦。多謝聽到呢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